如果你見一個崗位係一個重要嘅崗位，而面試嘅時候面試官不斷刁難你，係咪代表你一定 fail 呢？又或者啦，如果你見嘅時候只係問咗你2條好難嘅問題，之後問你嘅問題全部都係好易到笑嘅話，又係咪代表一定請你呢？今日半澤直樹同你代入面試官嘅角度去拆解呢一個問題。首先，如果你係面試官嘅話，點解你要刁難一個人呢？刁難佢冇意思嘅喎，咪盞佢憎你，盞佢多個敵人，其實完全冇好處嘅喎。刁難你嘅原因就係要測試你個能力個表現頂峰喺邊度，因為第時你可能代表公司見記者，代表公司見客人，你亦都會俾記者或者客人去刁難噶嘛。佢就要趁面試呢個機會，知道你個表現頂點可以去到邊度。但係如果啦，佢問咗你2條難嘅問題，佢都知道你係唔成氣候，做唔到大事嘅話，佢會唔會係落你笑你，等你難受呢？一定唔會，因為佢都唔請你咯。點解佢唔俾一個好嘅印象你？等你翻到屋企之後同人講，哇，呢間公司好 nice，呢間公司好和藹可親啊，幫佢做埋 PR 咪仲好，反正佢都唔請你噶啦，係咪先？所以無論面試官係刁難你或者對你彬彬有禮咁樣禮待你，都唔代表啲乜嘢嘅。